各位，今日同你介紹一部超強嘅4合1多功能冷暖等離子無葉風扇 PowerLiving TP98，佢一部機等於5部機，有齊冷風、暖風、空氣淨化、乾衣同埋等離子殺菌功能。TP98採用咗德國 DBD 雙極電離技術，釋放出大量高能帶電嘅正負離子，主動圍剿空氣入邊嘅病毒、細菌、異味同甲醛。實驗室實證有效去除冠狀病毒、H1N1 甲型流感病毒、金黃葡萄球菌、大腸桿菌同霉菌等有害物。佢仲有80度廣角送風，加上1950瓦暖風功率，夏天清涼，冬天3秒即熱，4季都啱用。再加上 H13 HEPA 濾芯，可濾走99.97 PM 2.5 微塵。屋企空氣質素即時升級。另外，無葉設計夠晒安全，小朋友寵物行過路過都唔怕。佢仲有實時空氣監測、4色 LED 提示燈，一眼睇到晒空氣質素。一句講晒 ，TP98 冷暖淨化殺菌4合1，係你屋企必備嘅全功能無葉風扇。